安装以后上民国91年落成启用，中间的大字明明上帝，无量清晰至尊至圣，三界十方万物真善，天人几分普经平见为法，还有素食研究会，要指理还有小朋友玩的气垫乐园啊，渡人桥道的活动等等。很有诚心，很有诚心呢。办道路。大统民族性。开始了。在办音控室里面，可能要办音控室。